香西師奶 Celia， 磨豆谷 B 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elia K 郭詠儀。嘉達師妹係嘛？出道前仲影過裸照添。其實嗰時係因為睇到一個牛仔褲嘅廣告，咁我就覺得人哋影得好靚啊，咁自己又想試下咯。咁其實當年咧係想留翻一個倩影嘅，諗住。佢仲有份拍土炮鹹片，一路向西㗎，進軍影壇，可以有更加多進步嘅空間啦。例如希望上圍再豐滿啲啦，咁就可以突出啲啦。咁呢個係我最想嘅。仲揾咗個升級秘方啊，就係磨碎啲黃豆加芝麻加奶飲，佢飲咗1個月咋，就升咗半個級。哇！咁 fans 們都希望你勤力啲飲多啲啦。